后来继续来看郭文泰，日前宣布要来办演唱会。郭文泰讲，伊本地是要招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但是被拒绝。郭文泰来暗示讲，这个音乐中心故意甲阻挡。郭文泰讲，通常这种事件太监就解决掉，袂到皇上遐。郭文泰的意思是讲，这个代志吼，市长蒋万安身边的人就处理掉了，袂到蒋万安遐。不过郭文泰这个话安尼讲是引发到争议，互批评讲失言咯。民众党的市议员林定宇伫面册发文章，代替郭文泰向优秀的百万大军，也就是向优秀的台北市的公务人员来道歉。立委赖香玲嘛认为讲，郭文泰的讲法无适当。他打电话给我，不敢接。有啊，我郭台铭，他跟他讲，我承认他是大老板，但是政治上实在真的是太奇怪了。看这个办事，郭文泰真正互过党的惊到电话嘛唔敢接，话讲甲真直接，唔若讲到郭台铭名。郭文泰甲民众党议员做翕的影片，其中台北市长蒋万安，郭文泰对伊冇一番的评论。蒋万安在虽然他是台北市长，但国民党内他应该还是小弟。讲到市政，郭文泰更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霸气的很，一声令下，他就把台北市的水门拆了。你想想看哦，新北市副市长来命令台北市的公务员拆掉台北市的堤防的这个防水门，你觉得有可能吗？不可能，一听就是假的嘛。想到就讲郭文泰竟然阁因为接袂到北流，用太监做比论，朱立伦赶紧替伊背回。台北市议员林武典伫面册向台北市百万大军会失礼，认讲郭文泰用词无妥当，确实是不是很恰当。那他形容的这个事件本身，跟他形容的那个也没有很连结啦，所以我觉得在用语上面，他可以再精准、再审慎的去评估，怎么样表达他的意见。声势愈来愈悬的郭文泰，却因为讲话3到6尖一再失言，连党内主持评论感觉这个主席发言爱细致。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